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Miss Law。拍呢條片最主要咧，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之貼身嘅問題，亦都唔算係問題啊，或者一個嘅事情，我覺得應該係時候我哋要提翻出嚟，去唔好講話淨係討論，可能我哋響作為做教育界嘅人啊。除咗我之外，仲有其他人啦，而我亦都係當中其中一個。我覺得呢一件事，除咗攞出嚟話去討論之外，我覺得係應該要用一啲行動去實行，去做出嚟，睇下能唔能夠將呢一件事一路咁樣發展落去。嗱，大家都知道我係講緊啲咩嘢啦，就係響維州墨爾本呢個地方，廣東話教育能唔能夠唔淨止係所謂嘅叫做民間坊間語言，能唔能夠成為教育局轄下一個嘅或者一科嘅科目？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咧，你 Google 下，你都知道澳洲有香港人存在嘅時候，係已經去翻嗰個掘金嗰段時間噶。咁我亦都唔需要講歷史啦，呢度咁大家都如果係有機會嘅，你都可以係去自己去揾下啦。咁係非常之多，當時已經係講廣東話為主，之後去到話講到話去教育上嘅發展嗰陣時候，原來已經你去 Google 下，你會睇到原來已經係超過咗40年呢段時間，廣東話嘅課程響維州依度有得提供嘅，有得去讀嘅，已經原來超過咗40年。大約響1980年嗰個時代，嗱，大家都知嗰陣時有移民潮，好多香港人移民咗嚟澳洲。咁當時就有學校嘅機構開始去承辦呢一個嘅廣東話教育工作，直至到後期，我哋 VSL 就開始呢一個嘅教育工作。到依家，大家都知道廣東話係仲未可以列入去 VCE 考科嘅其中一科入邊嘅。但係點解我專登會拍一條片講？係因為已經唔係第一次，好多人同我反映就係話，Miss Law，我哋幾時有廣東話VCE 個課程？有幾時啊？我哋點樣做？我哋揾邊一個去做？我哋點樣做？我哋去嗰個部署係點樣做？我不嬲都有嗰個想法，有個 vision，我不嬲都想去做。好可惜嘅，因為之前真係移民咗嘅，有回流咗翻去香港啦，亦都有一啲移民咗回流翻嚟之後，選擇唔讀廣東話，基於因為讀咗普通話嘅話，第時將來翻去中國工作又好，或者用呢個語言做用響於任何其他工作上都好。又或者當時啲家長就會話，因為冇 VCE，所以我啲仔女冇得揀，make sense 嘅。呢兩個reasons，我覺得係可以接納，但係唔好忘記，因為最近呢幾年開始多咗好多香港人移民嚟澳洲。我唔講其他州份，就咁講墨爾本呢個地方，真係多咗好多。所以我好希望大家能夠花少少時間幫一幫我，幫我做啲咩呢？
我哋 VSL 嗰度係 set 咗一個 survey，一個問卷。呢個問卷最主要，我都係好想搜集依家目前響墨爾本呢個地方，有識講廣東話背景嘅家長們，無論你係香港、台灣、中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，我唔需要知道大家邊個由邊個地方移民過嚟，但係如果大家係識廣東話，係講廣東話嘅家長，我希望大家可以俾少少時間俾我，等我可以收集一啲 community 嘅意見。點解我要咁樣做呢？因為我真係好想計劃下，喺呢5年之內，我哋廣東話嘅教育嘅發展係點樣？係咪5年之後仍然係所謂嘅民間坊間語言？有好多依家移民嚟嘅人，可能本身自己係有啲教育背景嘅，都開辦咗一啲廣東話興趣班，或者一啲廣東話嘅學校。真心講嗰句啊，我哋大家可以聯手一齊去做呢件事噶。有一啲俾 VSL 去 run 去辦理去 run 呢一個廣東話課程嘅一啲中文學校，仲更加悠長，真係仲長過 VSL。好可惜嘅，都仲係冇嗰啲學校嘅人士，好似我哋 VSL 有呢一個嘅意象，有個 vision，就想睇下有咩方法可以攜手一齊去變成一個，唔好話變啦，唔好變啦，因為冇魔術噶，攜手一齊去睇下有咩方法能唔能夠可以實踐到呢一個 VCE 廣東話班或者廣東話呢個課程呢一件工作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俾少少時間我哋填咗呢份問卷，因為我真係唔想再俾任何人有一個嘅觀念，就係廣東話係坊間語言，唔係官方語言。唔一定噶，你睇佢哋印度語言嗰度，你就知噶啦。人哋印度官方語言係 Hindi，但係點解佢哋其他有啲州，佢哋入邊印度有唔同州份噶嘛，都係或者省份，我唔知佢點樣講啦。總之唔同地方，總之喺印度入邊呢個國家有唔同嘅佢哋嘅，佢哋唔接受佢哋嗰啲講嘅說話叫做方言嘅，我哋唔接受噶。佢哋仍然都係講話佢哋自己講嗰啲係語言，係印度呢個國家入邊嘅其中一種語言。只不過 Hindi 係佢哋嘅官方語言。咁我好希望大家諗一諗，有冇辦法我哋可以攜手去睇下，有冇機會，有冇渠道係有噶。我亦都知點樣去做，但係個問題，我需要大家嘅配合嚟到去策略我哋下一步應該要點樣做。所以咧，我專登咧就拍呢條片，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下，亦都希望將來有一日，即係衰啲講句，我有生之年，維州教育當中有廣東話呢一科，成為 VCE 一科，而可以俾我哋嘅細路，或者將來我哋細路嘅細路，即係我哋嘅孫兒孫女啊，可以揀去讀 VCE 作為一個攞分其中一科嘅科目，好嘛？嗱，嗰個問卷嘅連結咧，
即係個 link 咧就喺下面 description box 入邊噶啦。咁我好希望大家支持，填一填翻嚟，咁等我哋咧可以着手去計劃、去策劃我哋下一步點樣去做，好嘛？OK，首先喺呢度多謝大家你哋嘅支持。你冇睇到呢條片嘅話，咁你都唔知道發生咩事，所以我首先要多謝你睇咗我呢條片，等你知道我哋想要點樣做，亦都希望大家唔好錯過我啲 video 我啲短片，因為我啲 video 之後亦都可能會講多啲大約教育上嘅嘢，或者會同大家分享下，如果自己細路同另外一小朋友、學生喺學校有一啲嘅摩擦啊，學校又點樣會處理？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下嘅，好嘛？OK，呢條片就係咁簡單，好簡單，同大家分享下我依家想做嘅一啲嘅計劃，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咁下次再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其他教育上嘅嘢。OK，拜拜。